Hello，歡迎翻嚟靈異嘅頻道，我係靈異。今日咧想同大家趣解八字其中嘅一個食神偏財。偏財嘅女仔咧有才有貌啦，有呢個賺錢嘅頭腦啦。佢哋咧係呢個財富長同埋生活長嘅跨界玩家。佢哋嘅資源整合能力咧係非常之強嘅，能夠將一啲睇似毫無關係嘅人物信息啊咁樣咧串聯起嚟。將佢哋咧連結成一個咧可以賺錢嘅一個鏈條咁樣，朋友之間嘅一句閒聊咧都好有可能成為佢哋嘅商機啊！佢哋抗風險同埋應變嘅能力都係非常之強嘅，而面對呢一啲突發嘅狀況咧，佢哋都係從不慌亂，反而咧能夠喺變動之中咧找到一個新嘅機會啊！堪稱係呢個危機嘅轉化大師哦！佢哋咧活得通透，也不會咧有太多嘅內耗啊！唔會糾結於呢啲嗰啲咁嘅無謂嘅焦慮，也都相信自己嘅判斷力。佢哋咧非常之有交際手段啦，情商亦都好高。佢哋情商好高，同時咧消費都好高喎。喺財富同埋生活當中咧，佢哋都能夠咧保持咧現代人非常之重視嘅呢個叫做鬆弛感啊，反而咧更加容易咧揸住機會同埋揸住好運喎。但係同時咧突然間抽風咧戀愛腦啊！